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今日里公比谁被问天？万岁你我还在开笑颜。我在昔日来了。西从铁甲你难移了，为妻我今生他要出神仙，莫是成为可惜的几年呀，万岁爷夸你实在居位。娘子不算好聪明，也才怎了？失中必中这转了变。莫非现在的人才与我们转亲带故？娘子果然是在先，这位才中才到店，新状元与我家爹爹亲戚与小缘。难道是你弟弟找到了吗？不，是弟弟的父亲找到了。弟弟的武器那是公的，对你新状元谁是我父你公的。叫我过来呀，他还要红在快把四目间。那可要不受不了，带我去告知婆婆。妈，母亲她平天刚毅，这事情哦，你要慢慢的告诉于她，不要使她太冲动。万事官人想得最大啊！婆婆来了，太见过母亲，我儿回来了，快快坐下。公主，儿啦，称谓科试完毕了，完毕了。不知哪家儿啦得中进科状元，他学问可好？他学问是好，只是他也不是哪家儿郎，倒是哪家儿郎的父亲了。是指嘞，那状元也是花家不头了。母亲，十七之人，他与我们500年前还是同业胞人。这样是嘞，他定是知道你弟弟的下落了。可能知道。那该是请来问我不能该是，今日他就不请知道。他今天回来吗？来拜见师长师母。哦，我与你太师母。我能见他么？当然能见，你不是他的太师母吗？状元公道，有请。老子红尘发新芽，我的爸爸戴红花。
子农民，那是清朝师母谁我也罢。你一定要背，那就背我母亲吧。太师傅在上，谁我三八。是嘞，是嘞。亲手。太师傅面前哪有王有生所谓？哎，赵元国姑父哪有不做之理？此且从停。赵元国姑父是我不能久陪，只因小家王女人并发一个，还在命我起草诏书嘉奖于他。此次万圣告辞。既来此转之，母亲，我要向你当听当听，相敬你。太师母上有结教。是啊，设备设备。这不是命运的陪着母猪进去功名一万兆。是嘞，张员工出身辛苦，苦得很啊！风雨飘摇。我的思想苦煎熬，妻儿不用我苍天，铁在城我难以了。同是天涯苦离人，天人伤心来又怕。鼻子妻儿苦遭当，10数年千里行访一心妙，我要问他情人心，办不了他是身上把妻儿找。张员公啊，你儿心在家后面。让我儿进去的寻找，我儿那米花小宝，与我儿同名真太巧，是门是生皆雷光城。相动太蹊跷，难道你生生于18年？对，天下哪有这般情？
他声音好耳熟，于是夫君且先长老。要求山雨要原是，总不能死而复生。夫君到，喊声告辞。慢，向你推问一个人，不信此人你可知道？不信才是我的妻。分量。谁知他的眼根可用我家小儿相同？天下哪会有这样的巧事？我看你呀，真是死而成风了。小儿为为终身不安。你的母亲怎么我儿一人外来了？可在谁去到？禀开王驾到。你的母亲请为礼。有请。禀开王大人。今日白下山去，一来为尊王庆功，那还来么？徐谈徐谈，小弟打扰了。累死一年归人，又归家两尽功人，不协同意。
光阴那八层28层，抛下姑娘也是18层，你千万今生要小心，并配王亲起我家的亲就叫他谁？宽一宽，他手别可与世上不放！启蒙将军，这铁壁之上何来这伤痕啊？哦，你问这姑吗？此乃嬷嬷因按算命先生所算，为小兵去贼留下的压痕印记。原来是压痕印记，这压痕印记是在左手铁壁之上，上下4颗压痕，与谁贴上并指？你这是家母哦，四母亲送，四母，你真知晓？死气过肉，真为不祥。哦呀！我的亲母亲在，这是从何17年？二爷义气，我夫人死而人病，谁有毛病不把义气多多原谅？这姑妈，老夫生死儿大病来生出，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一生上有个父亲，半生脸上是母心，全将是母还母亲，母亲孩儿拜见老娘亲啊！儿郎，你路的与照两分离，也好比三军孤雁身飘。亲自去广巴生意，今晚就在这一同样去。明日我同你父亲再去王家谢恩。儿啦，来。啊，母亲，你平替刚毅，晚进去歇歇去吧。想不到义气，真是我的亲生儿郎啊！啊，燕弟，
你我兄弟初见，今日中去，花好月圆，你给好好叙谈啊！安大人，小弟实在是老恩师万娘亲，那是出于恻隐之心，你们一家乱争，恰是为何？也请你方才生了娘亲，是今怎么？恩师，你是师母死而正急，我是为他的病啊！王大人，天下莫过父母恩，海参不结同胞情，你官若相认第二心，你吃饭而不给予。安大人，安王娘家不动心，必亲必故又必邻，你开诚不做是何故？这一年是安家生嘞，王家命。我娘是你亲生母，王有林堂堂真是王家根。恩师，家母正等着我去研究上学，供应断源，用我告退了。这个，去啊！王大人，下官与瓦同为，请讲。天下何以为真？父母为准，何在为他？父母养育之恩为他。既是此，你三观地在，身价不变动，我向你父子的亲母王为臣也。苦恼，苦恼也。还应许色瓦此身心，将人素爱我隐身，谁说要淋雨苦身，枉费我不用情，我要上殿去走根。安平县奉命去面君，去。谢万岁。而且圣爷传功为了何事？万岁，俺弟兄私自灌告，引我上月，设下圈套，并无强生亲娘。哦，竟于此事！哎呀，万岁！并kri王私自公告，陈反而不认亲娘，是他无根无据，是他幸亏是王，是他。二卿不要相争，反正不讲，即是孤王爱卿，于是慢慢的走来。俺爱卿用你先走。
不挣扎乱纲讨，怀顾亲娘与夫人，必人貌似来从公。高大公不敬不义，不仁伤亲的不孝人。万岁！我宁许真正御史算是理，这是他心去配合家族人，我本是堂堂正正的王家子，他偏说他娘是我亲母亲。封疆征召他岁数且不能重赏高明夫人该许意，他将转身只为我防范岁人是道非断分明，好言。儿亲不要相争，父王死于帐臣，你两位夫请来正堂，得过请别。正子来，在选两位高明夫人上别。是。万岁有旨，两位高明夫人请上殿。领旨。平生世寿谢万岁。两位高明夫人，寡人要听听你们的战奏，才有欺君之言，才这难逃。让我的母亲献奏，给我母亲献奏。啊，恩高明，你年长几岁，由你献奏。母亲，你夸奖正经，至于万岁。万岁，朕无是人会，父也可奏。你若这不奏，那么安定学所奏乃是负终身于皇偏寡谁？这母亲，以后不讲，以后不舍呀。万岁。
难中人，迎开望却是我的儿，王高明领养他人人与他。高明所奏，神说是无稽之谈。且听王高明奏来。海水深深来同奔，不怨我爱思量，爱老夫人已繁忙，分明是当年相逢的伤深深，与贫与争，看起来灵儿却是他情深。王高明，你应该说一声，王玉林并无可是二老父子，他的平正年龄70年月，可是与俺家儿公子相同。哥哥，万岁！王高明坐对太气强，中过了我母子言难容忍。万岁！容貌相似天下语，世界土地是同龄人，难道是养儿之君管家养，王家不能有儿孙？儿情不必来相争，过往是与了几定，常言道啥是过着血
想你，比情深，鲜血下水两边翻。啊，众卿，今正此血，母子相认，此计可好？的确相认，增加别名，此计甚好。的确向你增加别名，此计甚好。母亲，万岁出此良策，我们母子定能得生了。是，不知哪位高明写此进奏？令我母亲献词。不，你母亲走在先，此事修改在后。好，就请王高明献词。今正三小的千金已在南方，母子情。母亲，今正三小从千金，一正将要母子分。看起来胭脂花里空花落，母子分离这一阵。我心心儿语张真莲。我请你为灵儿，疼痛也要此一人。母亲赐我接他，母亲在的金针，母亲慌了神，母亲外苦中难出声。母亲，灵儿父子紧相连。母亲，母亲此情心不仁，我杀爹兄，他设置。应将他心必是心，万岁呀！爹兄仁爱我不仁，母亲你不仁，叫儿你要在心君。王康明，你不知道为抗胜宁派欺君之才。臣妇愿意。母亲，母亲，你这是为什么？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宝儿，不必难过，为娘死于桃林。殿前无事，将不行，各去告明，大赦天牢。天哪！万岁，我夫人死
发生兵法忙宽事。来亲，来得正好。你在王家执教了数年，可知道王玉玲的来历？这个万岁，我和其他名人不在身旁，在王家执教时，玉玲亦不是婴儿，故而我也是不明白。你是不明白，而万高明玉不愿此事人儿，富丽长弓给道之在，夫子们带下去。骑马。万岁，请杀安高明无罪，灵儿我去。不是，因何不在？灵儿是他的亲生，欺君在是我。灵儿是他的亲儿，欺君在是我。哦，老夫人，灵儿却是你的亲生。王老夫人，灵儿是你的娇儿，你让我屈服在吧。万岁，王高明为了我不认亲生儿子，为了我官人欺君之罪，王高明此次他生大女，归于我岂肯发恩为心？灵儿我去就不行生。送房退下。王高明，由你从实走来。万为保家财造家营18年啊，18年心中去人，去观音初逢14时10爱老夫人亲寡人，我有血书可作证，这血书在我18岁时刻刻贴在心，要将血书来呈上。
爱卿，快去认你亲生母亲。微臣遵旨。8年一梦，今芳心。恰原来鸟里今有两母亲。上前去把亲娘问，母亲来杀我，领娘子母看断情。母亲啊，灵儿虽是安家生家。从今以后，我两家并作一家，共享天伦之乐。